我想驗大便啊，政府有資助嗰啲咧。係咪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啊？係啊。咁麻煩你俾張身份證我睇下你符唔符合資格啊？好啊。唔該你。診所員工需要確定參加者嘅出生年份係咪符合參加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嘅資格。此外，有好少數嘅人喺身份證嘅出生日期下面會顯示 C 或者 U 嘅英文字母。如果顯示 C 或者 U 嘅英文字母，診所員工需要聯絡大腸癌篩查先導計劃辦事處，去確認參加者嘅居民身份。俾翻張身份證你先。咁你睇睇咧，有冇以下嘅身體狀況？好啊。診所員工登錄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然後撳 CRC Program Primary Care Doctor。姑娘，我冇呢啲狀況喎。咁而家咧，麻煩你將身份證插入去呢個讀卡器度啊。我見到你咧已經加入咗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咯。參加者將身份證插入讀卡器之後，診所員工需要撳 Continue。如果參加者已經加入咗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系統就會自動跳到下一個版面。你可以攞翻張身份證啦。你同唔同意俾醫生喺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裏邊無限期咁查閱你嘅醫療記錄啊？冇問題嘅，我同意。診所員工點擊 Indefinite Sharing Consent， 然後撳 Submit。咁你同唔同意？如果有同癌症相關嘅研究，研究機構可以聯絡同埋邀請你加入啊？好啊。如果你同意嘅話咧，衛生署會將你嘅個人資料，即係姓名、電話號碼、住址交俾佢哋，等佢哋聯絡你嘅。好啊。咁登記已經完成㗎啦。呢啲咧係計劃嘅相關資料嚟嘅，你可以坐低睇睇，陣間醫生都會再解釋俾你聽嘅。好，唔該晒你。唔使客氣。診所員工需要喺呢個版面按照先前查閱參加者身份證上嘅英文字母，點擊合適項目。如果參加者同意被研究機構聯絡同邀請加入同癌症相關嘅研究，診所員工點擊 Yes， 否則就點擊 No。之後，診所員工需要撳 Save。